台湾艺术大学男篮总教练，同时也是未来体育台美国职篮 NBA 球评李伯伦今天表示，林书豪加盟暴龙后，无论是对球队战力，还是对于他的未来，将是双赢局面。亚特兰大老鹰今天宣布，将买断阵中台裔控卫林书豪本季剩下合约，而他将加盟暴龙。李伯伦表示，老鹰目前正在重建，看似无缘季后赛，加上林书豪上场时间不固定，加盟暴龙后，他渴望获得更充足的上场时间。暴龙目前在东区战绩排名第2，目标是闯进总冠军赛。李伯伦认为，当赛季逼近球季尾声，球团为避免主力受伤折损，都会增加板凳球员出赛时间，因此他相信林书豪未来出赛时间将可望大幅增加。通常球季中断以后的补强，除备战季后赛外，要不就是增添打进总冠军赛的筹码。李伯伦举例，暴龙在交易截止大限前换来了西班牙中锋贾索 Marc Gasol， 一方面除需要他丰富的季后赛经验，进而挑战东区王座，另一方面也是想填补板凳席火力不足的隐忧，而签下林书豪的目的也差不多。李伯伦表示，暴龙本季战绩虽然出色，不过板凳球员的场均得分仅35分左右，在联盟排名19，属中后段。如果他们想打进东区决赛，甚至问鼎总冠军赛，替补的深度与火力就必须提升。李伯伦并提到，林书豪本季效率超优，场均出赛仅19.7分钟，就可摘下10.7分、3.5助攻、2.3篮板，且投篮命中率是生涯新高的 46.6%， 比起球队第一替补控卫范弗利特 Fred VanVleet 的 10.5分、4.6助攻与 2.7篮板，差距不大。但范弗利特的场均出赛时间逼近27分钟，且投篮命中率只有 40.3%， 因此李伯伦认为，范弗利特目前传出手伤，预计缺席3周。无论是现实面，还是以表现来看，林书豪加盟后，都将取代范弗利特成为暴龙第一替补控球。